继续来看立法院这个会期三读通过的新住民专法，甲中国配偶纳入到新住民。民进党来炮轰讲，这可能会超越到两法条例现行的管制规定，互中国配偶入台湾籍的年限为6年变4年。陆委会主委邱水正是强调讲，目前通过条文是无影响，但是恐惊未来会有隐忧。国民党是来回应讲，不管是外籍配偶，或者是中国配偶，拢是台湾人的妈妈，爱用同款的心共同对待。照台湾民众党党团、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邱慧清压线通过新住民基本法，只不过这个法案到上尾一个时刻，还阁伫咧讨论名称要如何定。民进党烦恼若是甲陆配纳入新住民，恐惊压倒两法条例现主时的管制规定，陆配入国籍的年限为6年缩短做4年。法律通过这些条文是没有影响。但是我们担心未来修法难免会有一些隐忧，我们会强化国会的游说跟委员说明一下。毕竟三读条文面定对无共国籍或者是地区的新住民行政措施拢爱公平。陆委会现数据伫新住民内底有165%的陆配，伫咧未来恐惊来分新住民发展基金预算，原本要互外配主权可能得变少。蓝白在玩所谓的文字游戏，我再一次的强调，在新住民当中有超过65%是中国籍的配偶，这一部法令你到底是为中配解套而定，还是真的想要落实完善的照顾全体的新住民？不管是外配或者是中配，都是台湾人的妈妈。既然我们已经订定了新住民的基本法，我们就应该对于台湾人的妈妈一视同仁的共同对待。这些嘛，当着敏感神经，假说新住民嘛包含陆配，民进党就这期敢讲是要偷渡陆配入国籍年限6年缩短做4年。目前上，我们对于新住民基本法是没有去讨论到这个区块的，我们还是以所有新住民应该要有的权益，跟我们正视新住民来到了台湾生活的一切状况，来给予最大的一个照顾。两欢喜，哪来哪紧张，调野口前，毛博士休会对咧停会。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